無否健康3分鐘話你知真相。每次你食桔嘅時候，係咪都會撕走晒嗰層白色嘅根呢？覺得佢哋又苦又難食。但係其實醫生話嗰層白色嘅根先至係桔入邊最有用嘅部分。咁今日我哋就會講下嗰層白色嘅根可以點樣幫你抗糖、降血壓同埋護血管。基因醫生張家銘表示，嗰啲白色嘅根其實係有學名嘅，叫做骨骼。中醫認為佢係理氣化痰、潤肺和胃，而西醫就發現呢層根含豐富嘅果膠、膳食纖維、橙皮苷同埋多種植化素。簡單啲講，佢係金桔嘅防護層，保護水果唔氧化，而同時幫我哋身體對抗老化同埋代謝壓力。而醫生都認證咗呢啲白色嘅根係有4大功效。第一就係穩血糖、降膽固醇。呢啲根入邊嘅果膠係可溶性纖維，可以延緩糖分吸收，幫你穩定血糖，仲可以綁住油脂，減少壞嘅膽固醇累積。2024年 Plants 期刊研究指出，金桔類非可食部位嘅多酚可以有效調節血脂。第二，佢可以抗發炎、抗氧化。呢啲根含有橙皮苷、桔皮素、橙皮素，全部都係天然嘅抗氧化劑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減少慢性發炎。長期攝取對改善皮膚老化同埋保護血管都有幫助。第三，促進血管修復同埋循環功能。多項日本研究發現，呢啲根入邊有植化素，可以改善血管彈性，減少血管壁發炎，促進微循環。對手腳冰冷同埋血壓偏高嘅人都特別有幫助。最後就係改善腸道菌，去提升免疫力。呢啲白色嘅根入邊嘅果膠係益菌嘅食糧，幫助增加腸道好菌嘅比例，提升免疫系統。醫生話呢啲俾我哋搣走嘅部分先至係修復力最強嘅天然補品。想要吸收到呢啲營養，其實係唔使食得太過複雜嘅。食橙或者食桔嘅時候唔好撕得太過乾淨，榨汁嘅時候留少少渣飲埋。如果想再升級，可以試下用橙皮或者檸檬皮浸水。但係記住，千祈唔好過量，每日食2至3個桔已經好夠。同埋糖尿病患者要注意一下糖分嘅吸收。咁總括嚟講，呢啲白色嘅根並唔係食物殘渣，而係幫我哋抗糖、抗發炎同埋護血管嘅天然修復層。食桔唔搣走呢啲根，反而先至會食到真正嘅營養。唔知大家喺食桔嘅時候係會搣走啲根，定係會留翻一齊食呢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今集就到呢度，如果中意嘅可以俾個 like， 同埋記得訂閱。我哋下次見。本頻道分享嘅係健康資訊，唔係醫生開嘅藥方。如果身體有咩唔舒服，記得揾專業嘅醫生傾下。